台湾来行透透，要来看到苗栗关32乡和南庄乡摕到国际慢城认证，两个所在拢伫咧山区，为了要来发展外海观光。苗栗县县政府伫咧长68.5公里的海岸线做一个慢鱼的海岸，结合在地食材来推xuất現流的海產，推銷料理，和遊客分享要怎食魚、了解魚仔，進一步來認捌在地海洋文化。夕陽豆豆落落，將海面照甲金光閃閃。當地漁民伫咧後龍鎮水尾社區的寶岸邊，利用在地漁產，配上家己種的苦瓜、番薯、甲烏豆等等的菜色，打造出獨家的料理。濱海餐島，互遊客敢若是看到，就真餓了。我覺得相當的不錯，而且它整個用餐的氛圍很顛覆我們以往到漁村用餐的這種概念。隨着天色豆豆暗，社區的民眾烹出沙魚餅的烹鮫。用苦瓜甲菜色来參魚醬的料理，以及號名海豐魚運的煎白帶魚等等的餐點，一出一出攏互人感覺真奇巧。其中所有的海產甲食材，攏是漁民拄仔掠起來，又閣鮮又閣青甜，美景加上美食，互人一來到這，就希望時間真正會當較慢。苗栗的海岸線，閣有全台灣唯一的合歡石虎，展示古早人的智慧，利用雕飾來掠各種的魚產。到即馬，共款閣有漁民來做即個傳統，就算掠到魚仔，毋是深海的魚，共款嘛是有營養的價值。社區的民眾希望借着濱海餐島，甲遊客來分享慢食的趣味，同時會當熟悉海洋，做伙來保護海洋的資源。記者綜合報道。